今仔摕到商品如路路夹夹白，顶上摊个到朴实不实的生活，也不实的长途也引来日本人唔敢相信的哟。去年的米粉含米量不足的事情引起十万台的议论。卫福部路研究米粉包装的新规定，今年初也也正式实施的，100%纯米作为，当时的讲是纯米粉，含米量超过50%，无到100%的温度调降米粉。含米量无到一般的产品，是写含米量有1度，不过强势的写一个吹粉、水粉，也算其他的名的。其实恁摆吹粉、水粉是代表作为方式无共用，同含米量根本无关系。不过一个新政策实施无1年，业者反弹，卫福部路标用的标准，含米量无到一般的米粉，包装好有时的写米粉的，用冠名的方式。2-3年以来，许多民众还是搞唔清楚。头摆米粉确实如是纯米来作为，里面包含淀粉进口，考量到成本，常常变做米粉的主要成分的。当然，更加还是有业者坚持抢用米，用传统的方式来做米粉。对米变做米粉，最少要经过失败的手续个。经过一摆的事情，不但价格贵，也常常本人听表现唔去买一个纯米粉，更加买都唔拉买。炊粉跟米粉，你觉得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？炊粉跟米粉就是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那个米的成分的多少比例。那知道怎么分吗？知道怎么分吗？数十个米粉变成炊粉，对米粉表示新规定7月初日实施之内，2-2年内还系当然不清楚。也会有消费者就会问说，奇怪啊，叫做炊粉啊，炊粉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大部分消费者对于它的米含量的这个定义的部分不是很理解，可能需要做一点说明，类似说，你平常买的这个，你以前认识的这个米粉呢，现在它改成叫炊粉。去年爆发的米粉冒米事件，市场输出厅内使用米粉时产品标示规定，含米量8%的米粉暂做的写纯米粉，超过50%冇到100%按照调降米粉，含米量冇到50%的产品是做的写其他名额，炊粉除系2种。系讲表示唔食材，就得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罚新台币4万到400万元。新竹米粉，加油！不过，新制图引起新竹米粉业者反弹，小帮业新竹米粉品牌为模特，年年让向日业30-40几个稳销市场，所以上北道的发展前景。当我们在台湾把这个名称改掉了以后，那我们的名称就没有名正言顺的销售到国外，半年我们就会慢慢的退出国际市场。不过，卫福部冇管到外销部分，未出讲外销的还系做底下新竹米粉，不过业者并唔接受。现在卫福部说，我不管你外销市场写一样可以写新竹米粉，但对于我们贸易商，他会讲说，你们有2套标准，在台湾写新竹炊粉，在外销市场写新竹米粉，人家会存着一种怀疑的心态，再来。业者的成本也提高，袋子要印成2种。所以新制图实施某日夜，卫福部政策竟然太转变。我们同意，除了这个米粉的品名之外呢，在冠名的部分呢，也可以冠出来，但是它的字体不可以大于品名。举例来讲，喵喵牌调降米粉就在包装上写新竹米粉、玻璃米粉两条冠名，不过品名填出会比冠名大，含米量嘅实体表示提上面为14级。没出讲含米量冇日版嘅米粉，两下咪就得写米粉，不过包装上嘅炊粉、水粉两条品名会比米粉嘅时含大，会消费者没唔清楚。以前都是想说这样子会比较传统一点，就是米粉，然后就是买了就 OK 了。对啊，用炊粉好像有点混淆，就是搞不清楚。可能直接把什么那个米的比例占多少打在那个前面，这样是最清楚的。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是有知的权利的，就是我们能够透过它的品名的改变，让民众知道他今天买到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最终的目的啦。那至于这个过渡期的适应，我觉得可能很快，因为其实看卖场现在大部分进来都炊粉的部分，消费者接受度也是蛮高的。
所以买冲加红做下系水分，卖出系含米量都低至1%以下。说真的，现在市场上的米粉来讲呢，市占率超多20%的米含量，占不多80%以上。不过，详细看下水分，除了米、保守甜分、水料料，其实还加了当多添加物，还能按照水分没有问题。因为米粉主要分作2种，一种系水分，一种系水分。俩系因为做嘅方式冇同样，咋就俩了样呢？水分用水解，还有水分用煮嘅和醋。俩下沙捞含米量冇同100嘅米粉按照水分，还能够重新误解。新竹南水里透过按照米粉料对清朝开始出做米粉类，讲紧最后嘅时间就8个坚固虫，头蛤蟆都系用纯米去做，放味增加米，保守甜分。我是听老一辈讲，跟我们开始台湾跟南非有建交的时候，南非那政府那边就积极推玉米淀粉、玉米粉，说他们那边大量生产是玉米淀粉，然后就运进来台湾。结果用加了之后，加了之后，觉得口感方面不错，而且可以降低成本。所以米粉嘅米含量越来越大，成本便宜嘅保守甜分比例越来越高，甚至超过了米变做主要成分。像係苗栗尖山米粉界，除咗入闸做下用保守甜分来做嘅水分。你们牛煮嘛，它涉水嘅水成分较高，佢晒嘅时间会较长。所以说，佢做唔嚟做香油，香油佢泡水落去會面睇。按水分佢黑油佢用整咧，佢冇失水，佢所以講佢黑油冇相關。沒有空氣污染嘛我把石頭全部凍車就風啊，西風西北東北都採到佢就曬米粉就下火啊，就下火食啦，就下球。挑粉醬曬最多需要32件米粉蟲，也下適當2件地改造，何公機只見看唔到咧。5個挑蛤蟆，幾條咪都係用純米去做，幫每個用保守甜分，所以包裝咪對本地嘅米粉改造水分。按米粉做按到上面呢，就佢都始終一貫就是按個下法，然後突然係你改變，不過按業者還係是政府按講還要變一變啊。幫每政策改變，主做嘅老尖山米粉嘅時間上去，不過新嘅包裝台已經整好，入閘咪冇按順，為高貴咗米粉嘅名額。因為本身俺哋嚟做嘅嗬，他們那個原料啊，全部就係玉米粉它多啦。因為南京都唔是改咩，就改就講究路改，反正我們消費者都很健忘的啦。一包嘅落去，把個特級水粉、特級米粉給他們也是搞不清楚啦。中醫上其實買入咗80%含米量嘅米粉，不過因為冇萬人買，為主本賺住。人客佢愛買便宜呢，我如果做那種含冇米嘅本嘢，你人愛買貴嘅，講係將來係要做那種做那種那種較無形那種有差不多80%米嘅米粉，那種加是就加一批下加，就講係那種賣40嚟講。那種他要賣100一斤，所以說人客他冇辦法接受啊！一方面佢也習慣那種嘅啦。不過中醫上嚟講，兩下見到伊無論簽正經用米做嘅米粉，只係推翻兩下為簽到用純米做米粉嘅工廠冇5件，主要係為用加工各嘅米股份嚟做。不過強調啲新竹南市，做一件對細米、賤米、冇米醬開始，一直到最尾嘅洗澡。還係堅持用老方法來做嘅工廠，因為我們做純米的這個果團一定要蒸3分熟，外熟裡面還是要熱的溫度，這是我們的經驗我播給你看很硬呢。因為用純米做，而是嘅係米團本身嘅黏性，溫度控制到充熱，調稍微調熱，溫度唔辣就黏唔起來。像我們在做那個馬吉什麼有沒有它那個粘度有沒有？就生的跟熟下去，那就要雞脆，有沒有？然後做一個熟雞就對啦，熟雞脆啦，這青雞安尼就對啦，意思是安尼。
靠它去粘就对了。对，靠它的粘性，米粉是靠它这个粘性，不是说外来物的粘性。要到润这个米团，撒类出用2推帮烟楼机器，赞助杂不个米片，俩普斯关系到米粉为是那么。嫩米片给它扎实一点，因为你搅拌有空气在，更扎实，米粉才会 Q， 才不会容易断。是没有什么独家秘方，那个是做面就不行用独家秘方了。独家秘方就有添东西，没有独家秘方，我们是纯粹就是照爷爷那传下来的经验，这是靠经验啦，靠劳力啊这样。除了洗澡，伫大家都贵重机器看守嘅两下，国务喊系为于是天公伯。7分的风，3分的太阳，就靠这样啊。所以它这个成品的东西哈，它是要靠太阳慢慢的这样晒，风慢慢这样吹。你成品的东西一定用风干下去，整个都脆掉。从安阳起半夜暗夜嘅天时，米粉最末还会晒8点钟。后年前讲落雪天，大家管家狂到无度，随住记到管家走到南部去收米粉。对米就是米粉，提莫而建构18只工厂，非常辛苦。不过伫其他业者，機械化大量生產，加入其他5年米嘅成分，來降低成本嘅時間。國不限係堅持阿公傳承下來嘅美水。您怎样苦也要撑呐、那时候最淡季的时候哈，我们根本没有在外面卖嘛，就是自己自做自销而已嘛，都在家里这样卖嘛。用傳統嘅方式做，冇法度大量生產，未從冇法度供應通路上，大家為買嘅都可以做派個做廣告，甚至係相對便宜嘅米粉，國府生意賣出見率見唔好。不過兩岸當然，消費者亦是提高，香港先前爆發嘅米粉冇米事件，兩下幾多嘅米粉係賣到唔難賣，不過冇法度，而家是做啲耐心改定，轉為用傳統嘅方式做，整個產量最多300斤。你前一天晚上泡多少米，隔天做起来就是多少，你要帮我增加还是没有？因为还不要步骤很麻烦呐。蒸出来的时候就像米饭煮熟一样，一开始是白白的啊，等它慢慢的冷掉的时候，变干的时候就有点像锅巴了，偏黄色硬掉那种感觉。米粉單整貴係物嘅用啊，做出來嘅產品咪為咗相對嘅提醒。米什麼顏色做出來就是什麼顏色啦，啊，它比較沒有韌性，它有米一定的韌性是固定就是那樣子的，不可能韌性大於太多，啊，比較容易乾啦，啊，煮不好煮啦，容易爛啦。除了造米粉，當日現做嘅是米粉，咪係當到新竹人是麵店，只聽為中介。像昨天也是人可以都歐樂啊。他說這一家的米粉很好吃，這樣子，所以我們這一家的跟別家的不一樣，因為我們都是用那個傳統的手工純米做的米粉，所以它特別好吃。你有用過其他家的米粉嗎？以前用過，但是比較不習慣。傳統的老一輩的，他們都是講炊粉吶，來像我炊粉米，還是講炊粉湯安尼。新竹業一般用炊粉來หั่米粉，國府透過推個空寫解除係新竹炊粉，留下店度會貴做米粉，消費者就沒法到幾個米粉含米量冇到一半。傳統是炊粉這樣改掉了，就用這樣的改裝啊。我是沒有什麼改裝啦，可是我的東西是很醜啦，隨便改一改。這個重點，我老婆說，米粉很醜，可是裡面的東西好吃就好。對自家產品當做信心。10年嘅堅持，兩下總算就得到肯定。不過總講，純米米粉點樣算得出來？產品表示，廠條冇法度提供消費者，嗱，甚至係正確嘅資訊來分辨。下個政府就接行出大幕，係那係廠條受到爭議。消費者會督導實實在在嘅點樣，太快是做得督促法例。